来看 APEC 领袖峰会前，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准备要先伫明仔来见面。拜登是表示讲，美国方面这届主要的目标是要来重建美中正常联络的管道。也毋过有美国高层的官员是讲因会甲中国强调讲，若是有干涉台湾的选举，美国会有动作。行出选举会手第二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当地时间14到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会，伫这段期间将会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。这是习近平伫咧让6年了，搁再访问美国。美国方面的高层官员，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，拢亲自到机场迎接。拜习会按算15伫咧旧金山湾区的贝罗利尊园举行，将会针对全球性甲美中双边议题。 包括人权、台海议题进行4年真久的会谈。拜登伫咧出发去旧金山进前强调，虽然中美双方伫咧真侪问题看法无同，不过美国未想要甲中国脱钩。这边上主要目的就是重建两国正常的联系管道。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, being able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f there's a crisis, being able to make sure our military still hav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. 去年8月，迄当阵的美国众议院佩洛西访问台湾，中国就切断甲美国的军事联系。这边拜习会是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一年来第一遍面对面会谈。虽然两个人伫咧去年11月伫咧印尼的巴厘岛会面的时阵，就和双边的关系有较缓和，但是美军伫今年2月指控，并且甲中国的间谍气球拍来了，双方关系搁再次恶化。美国方面官员。 本来就希望这边会面会让减少双方的摩擦，并且向中国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。但是也表明，若是中国方面有任何对台湾明年大选的干涉，美国方面会真关心。就伫咧美中的领导人拢到旧金山的时阵，几多百位示威者伫咧领导人车队经过路线。 有人举着终结中国共产党的标语，或者是提出台湾甲西藏的旗仔表达抗议，但是也有人以中国的国旗欢迎习近平。记者杨万平报。